那另外，戴口罩有没有必要，也是视各该环境的情况有不同。比如，如果是开放空间，如果说大家都健康正常，其实如常生活就可以。大家好，来。那怎么看现在口罩的库存量，还有现货是否还供货是否稳定？因为很多人都说买不到，但甚至还有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在台湾也会来抢，那您怎么看？口罩数量是够的，我们除了库存外，这几天我们卫福部也特别释出口罩就达到2300万片，而且现在我们工厂大家过完春节已经回来，加紧生产，就一天可以达到近400万片，加上政府早已宣布限制出口，所以口罩非常的足够，请国人放心。也借这个机会呼吁国人同胞，要用的时候才买口罩就可以，不要囤积起来，也会过期。同时还记得 SARS 的时候大家一片抢口罩，结果 SARS 一过，才发觉家里好几箱口罩也用不到，这种白白浪费钱又过期不能用，其实一点都不必要。所以请国人同胞放心，我们对于口罩的数量会给国人同胞足够用，还是鼓励国人同胞需要的时候要用就买，随地都可以买得到，请放心，千万不要抢购，更不应该花灾难财，说还要拿去卖哪里，或者还要送到国外去，这都不应该。我们应该是让国人要口罩有口罩用，我们自己能够需要的时候才有口罩，这样就好。那你怎么看艺人范玮琪对你的辱骂吗？作为行政院长，我一定为国人的健康严格把关。那他已经认错道歉，也不必一般见识。那也许出发点不同，心态不同，讲不同的话，我们不必计较。有一些部会首长，有些有戴口罩，有些没戴口罩，是未来会有统一的标准吗？这个我们都已经有一再呼吁国人同胞，你如果有状况你就要戴口罩，赶快就医。如果没有任何状况，我们如常生活就可以。那另外，戴口罩有没有必要，也是视各该环境的情况有不同。比如，如果是开放空间，如果说大家都健康正常，其实如常生活就可以。谢谢。谢谢。因为这件事情，盐户来台他们有一些反应。